喂，各位朋友，想玩香港細價股，但唔知點入手，唔使驚，等我教你點樣熱血、爽快、有目標咁玩轉細價股，發掘下一隻潛力股。跟住以下步驟，齊齊賺到笑。第一步，熱身準備，開個港股戶口，揀間好嘅券商，例如富途、輝立、耀才，入錢開波，入少少錢試水溫，熟習下個市場先。好多券商有模擬交易，可以練下手先，唔使急住真金白銀衝入去。第二步，鎖定目標，發掘潛力細價股。細價股通常股價雖然細粒，但隨時爆升幾倍。點揾？睇熱門板塊，新能源、科技、醫療呢一啲行業成日有驚喜，成交量突然大增，即係有資金衝入。可能係爆升先兆，好消息刺激，公司簽大單，新產品出爐，政策支持，全部係催化劑。大股都係由細股升上去㗎，你嘅眼光就係發達關鍵。第三步，出擊策略，買賣要果斷，分段入場，唔好 all in，分幾注買，跌仲有子彈溝貨，順勢而行。股價突破近期高位或者均線向上，可能係起飛信號。定個目標，諗定賺幾多就走。例如20%，賺到可以食部分，留部分搏再上。紀律唔係束縛，係幫你賺錢嘅兄弟。第四步，持續進步，越玩越勁。每日復盤，記低自己點解買，點解賣，下次做得更好。追蹤公司動向。睇財報、新聞，知多啲先唔會俾人震走。同戰友交流，加入討論區 group， 但記住自己分析最緊要。終極心法，細價股係眼光、耐性嘅遊戲，每次交易都係經驗值。仲等？即刻行動，機會唔等人，今日就做，開戶入錢，揀1到2隻心水股，落第一注。你嘅第一步就係邁向財務自由嘅開始。投資係開心嘅事，記住保持正面心態，享受過程。賺錢之餘，學到嘢先最值錢。